欢迎回家，哦，欢迎你转来咱伫地上第二个家。即几当我若有机会伫咧外口，拢会去拜访别个教会，啊，若有机会就会参加因的主日。啊，有时阵因为迄语言的关系，实在是听无因咧讲啥，哦，总是若笑着咱熟悉的信息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吼有一种回家的感觉。哦，毋茫咱等下来练习的时候，嘛有相款的感觉吼，回家的感觉。哦，啊，咱今仔要用的第一首圣诗是圣诗16首，圣诗16首。哦，这首我想咱真熟悉，啊，咱来吟全首，咱着对主唱歌。咱着对主唱歌，快乐演戏来往路，唱出听当时歌，保留主美丽心中中，将主荣耀创造，真心领导甲大爱，一看所做是好。咱着对主感谢，快乐演戏来尊重，表现信心甲听，万物对主所着希望，一切受造万物，称赞上主的伟大，咱学路主演戏。世界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欢喜对主唱歌，哈利路亚，欢喜对主唱歌，哈利路亚。真好，真有精神的一首歌吼。啊，你会当发现伊的节奏就是哒哒哒哒哒哒。啊，这个节奏吼，拄啊是咱刷来要唱的130首的圣诗吼。啊，这首圣诗伊嘛是哒哒哒哒哒哒吼。毋过伊是8686的形式，安怎讲呢？8686就是8字一句。6个字一句，所以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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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换气哒哒哒哒哒哒，哦，就是安尼哦。所以但是每句咧接的所在吼，迄换气咱咧换较紧的，啊无你就愈唱愈安怎？愈唱愈慢哦。啊，你就甲这班火车脱节啊，吼，那就小可可惜哦。所以咱但是吼，除了心内爱算迄个拍子以外吼。啊，咱来嘛听这个前奏的拍子是安怎进行吼？啊，心内爱算吼，8个6个8个6个，每一句之间吼要接的时阵爱警醒，爱警醒吼，爱想我要接下一句啊吼，呼吸爱较紧的吼。好，啊，咱130首来唱全首。
心，我心依念耶稣的恩，这恩若有一半，会甲世间苦头，有无好去予人满满清福，清福耶稣情我一世，到尾不敢放下，虽然着死也无怪伊，都是互我过我。哦，真好，大家唱了真好。好，啊，刷来咱来唱圣诗第400首，吼，圣诗400首，啊，这首咱爱记得爱反复，吼，爱搁唱，爱总共爱唱2遍，吼，咱音全首，400首2遍，望出你来，甲你同在，无论伫啥所在，愿主所你心情中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江流我水，你无有暗暝看天主的光。愿出你爱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所你心情中安宁，甲你分享主的疼痛，亲像江流我水，你无有暗暝看天主的光。好，后尾咱来唱圣诗505首，这首因为咱前几礼拜大专主日的时就一定有唱过啊，所以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就好，吼，第1甲第3节就好，505首。我的忠心，无辜负人的心灵。我的纯情，因为有人关心。我的坚强，面对世间千苦难。我的勇敢。去予人生感恩，我要勇敢，去予人生，我要祈祷，我要祈祷，试着无停来祈祷，我要情义，情分天地无错。我要传信，并唱出世声唱歌。我要坚信，应对救主脚步。我要坚信，应对救主脚步。咱的吟诗到这。
咱大家备万心来敬拜上帝，这是礼拜开始。全地拢着向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大声欢喜唱歌来称赞伊，着弹琴称赞上主，弹琴唱好听的诗歌鼓励伊，用喇叭甲扫角伫上主咱的王面前出欢喜的声。做伙来吟圣诗16首，圣诗16首，咱着对主唱歌。请起立来吟。徛伫三角鸭头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愿感谢你过去一礼拜奇妙的恩典，令春天温柔的雨水，和小路亲像热天的台湾，
带来万项事拢属于你的五望。愿今日我较欢喜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，因为这是你所分别定着的日子，互阮有机会学习对网络回转，敢若用喜乐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殿院敬拜服侍你，来对世界中得到透放。愿你的圣神充满阮，引带阮继续行伫你的道路中。当阮敬拜时，中读你的话语的时，愿你丰富奇妙的智慧开启阮、养持阮，互阮的灵命因为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。伫你的面前，阮也要恳求主赦免阮的过失，以及藏伫心内粉目的污秽。求你用你的话语教导阮，赦免阮的罪性，清去阮的心，互阮的心亲像雪遐尼白。伫教会，伫个即个进入130周年的时，我们搁一摆感谢天父上帝疼惜，去招呼人组织建立济南教会，搁将侪侪信仰前辈放伫阮中间，用因的信仰、勇气甲坚持的生活见证，成做济南教会会友的典范。因的脚迹哇尼啊水啊！踮伫遮，踮伫历史变迁中，成做光灯，成做每一个世代信仰价值的守望者，成做显明行公义的所在甲记号，也成做伫各角落好人民利益关怀的出口。回想过去教会甲前辈美好的脚迹，阮也要思考阮除了留来历史的记忆，感谢上主以外，阮着爱做甚物？这条有你带领的路顶面，来继续互你的名得到荣光。下一个10年，真正这个重大使命，阮这代的信徒着爱做甚物呢？求主加添阮的能力，互阮甘愿大心成做你的子民，成做军队基督的信徒。就是互成做光、成做盐，毋敢若是口号，但是济南教会真正的生活见证甲福音的典范。求主加添阮有勇敢的脚步，坚持信仰来实现你天国的大使命。阮也要立志伫个遮，伫济南教会成做诗人所讲，就是你亲身栽种的公义树，通过伊。伫适安伊爱的人花冠来赏赐伊来代替恢复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，乌老的衫来代替忧心，来互你欢喜。互济南教会成做你的荣耀，是上主你所爱的基体。阮也要为着国家守望祈祷，国会乱象影响国家社会不安。更加求上帝，你的帮助安定人民的心，下段专心仰慕你，互国家社会成做自由民主的世界。阮也要求主看顾保守耳听中的会友，互因有喜乐渴慕的心，因为你捌讲，欢喜的心是好药。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。互耳听中的会友快快恢复因的元气，通我人会到咱的中间，做伙敬拜服侍你。阮也要为着牧师团队甲办公室的大干事的服侍来祈祷，求主赐福保守你的仆人，伫传讲主的福音、牧养教会会友的一切，通下主你的心意。来固守济南教会，成做宣扬福音的基石。阮的祈祷无完全，只是阮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。安尼讲，愿伫天地的爸，愿念他神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行，你的理亲像天地，愿你们是两个万，下一个万国父，是万到下一个万人，无你出万。万万年来，因国万
这时，请咱掀开信息后面配音文59篇，配音文59篇，这是出自罗马人书第10章，咱做伙来配音。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，心信上帝，互伊相当多啊，成为因为人信心就得到称义。随宣认就得到圣经有安尼记载：信心的人会得到生活，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。因为有人是上帝是咱的主，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救伊的人。因为所有有主的人拢会回应，毋过，因拢无信伊，哪会求救伊？拢无听到咱信伊，都无人传，哪会听到？都无钱款，哪会管？照圣经所记载，传播福音的人，因会脚食活而水。所有的人拢是看这个福音。以赛亚讲：“主啊，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？”所以是这样，都会回。毋过我要问，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？拢会明白。圣经安尼记载，因的声音传遍全地。一定会传到你们那。这时，咱来唱圣诗130首，圣诗130首，耶稣尊名入阮耳孔，请起立来吟。做伙来祈祷。至尊的天父上帝，你拣选阮做你的家儿，用荣光尊贵，互阮做免流。因为这个身份，互阮会当接到你的面前敬拜，好搭伫你的殿院求问。这是何等的福气，何等的公义，阮感谢你。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恳求你清去阮的心，圣洁阮的灵，会通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你，也恳求你将未败坏的美牛赏赐阮，互阮的灵命日日永驻，
通伫属灵的知识加添，搁较加添，来成就你所应允的福气。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这时，咱做伙来共读圣经。今日的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62章第1节到12节。以赛亚书62章第1节到12节，请咱注意看，跟我来读。第1节，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，我袂点点；为着锡安的缘故，我袂静静。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，伊的拯救亲像黑白得到。耶路撒冷啊，万国拢要看见你得胜，万王要看见你的荣耀，人要用新的名称呼你，是上主本身甲你号的。你是上主手中上水的花冠，是你的上帝手里的王冠。你袂阁互人叫做必杀的，你的土地袂阁叫做荒废的。人要称呼你做，你是我上喜爱的，把你的土地叫做有归属的，因为上主喜爱你，你的土地属。亲像少年人带少女，你的子民嘛会安尼疼惜你。亲像新郎伊爱新娘，你的上帝嘛会安尼伊爱你。耶路撒冷啊，我有派守望的人伫你的城墙顶伫顾，因暝日会拢袂静静。求叫上主的人，因拢毋通休困。互上主无通休困，直到伊重建耶路撒冷，互即个城伫全地受称赞。上主已经举伊的正手，用伊有气力的手骨立誓，我绝对袂阁将你的五谷互对敌做食面，外国人嘛袂阁啉你落苦得来的酒。正直的人会当食伊所种的，好称赞上主。修行葡萄的人会当伫我圣殿的埕饮酒。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要出去城门外，为着转来的同胞开路，要修造一条大路，将石头搬开，为万民采大旗做旗号。上主宣布的话已经传到天边海角，对着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：看咧，你的拯救者得来啊！甲伊做伙的有伊所讨棒的人，行伫伊头前的有伊解救。人要叫因做，人要叫因做上主所救赎成的子民。耶路撒冷要叫做受看过无受气杀的城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福听透伊的话的人，好照伊的话行的人。下面要请敬歌队阿萨办诗班的献诗，互咱来敬拜。今摆唱的诗歌是万米光明极美丽。
这时，请黄春生牧师讲道，题目是“100有新的名字”。弟兄姊妹平安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仔日圣歌对通过万面光明极美丽这首诗歌带领咱来敬拜。这首诗是爱尔兰的女诗人亚历山大伊所写的诗。迄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个诗？其实是爱尔兰的教会因要教示囡仔熟悉使徒圣经，所以为着要来解说使徒圣经，所以因就写真侪诗歌，要来教示因的囡仔，互因伫遐唱。使徒圣经第一句是啥物？敢会记的？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伊就是咧解说这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就咧解说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所以咧歌词真水，会甲咱讲起上帝的创造。上帝创造了后，咱的角色是啥物？咱就成做这个世界的这个管家。但是咱嘛知影，人成做世界的管家，但是人误用上帝所授予的恩赐，去破坏人甲万物、甲世界的这个关系。咱也知影，一个城市伊嘛会安怎衰退，毋是干那伊的建筑物会老，街路会破损，交通会歪溃。一个城市伊真正会衰退，搁较深的问题是啥物？其实是侪人伫迄个中间，伊看袂到未来，甚至咱讲贫富差距愈来愈大，社会的对立、社会无公义等等遮的弱势者受忽略，人民渐渐对未来失去迄个盼望，所以这个城市就开始安怎？开始衰败去。耶路撒冷嘛捌曾经是安尼。以赛亚书62章，伊所面对的耶路撒冷，毋是一个荣耀的圣城，咱是一个已经受伤的城市。这个城市受毁坏、受侮辱，这个城市圣殿受车倒、城墙倒去，人民流亡到伫巴比伦。这个国家完全是安怎破碎？所以当这犹太人对巴比伦转来了后，因伫遐看到的现在是安怎无有转好？因犹原伫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底，因的经济犹原是艰难，社会犹原是无公义，因信仰的热情安怎同款渐渐冷淡去。因本来想讲转来时阵会当转来家己故乡来重建，但是时间一久，迄个无力感就充满伫因的中间。人虽讲转来，但是安怎圣殿敢有复兴？无。这就若亲像真侪世界真侪所在，虽讲有制度，但是欠缺公义；虽讲有选举，但是安怎社会中间失去信任；虽讲有宗教信仰，但是却无人伫遐发出人民。伫即款的处境、绝望的处境的中间，咱来看迄个第一节。伫遐爱讲起，讲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，上帝讲啥？我袂静静，为着锡安的缘故，我袂惦惦，我袂静静。所以，即章的起头就互咱知影，当人民已经安怎失望去啊，无盼望的时阵，上帝犹原伊的讲话，当这个社会麻痹，上帝讲这个城市。若亲像受气杀，但是上帝犹原要介入迄个中间。圣经学家这个瓦特布格曼，伊咧指出讲，以赛亚书62章，毋是一个空空的想象，乃是一种抵抗绝望的神学。因为伊宣告讲，上帝伫遐讲，这个受伤害的城市，但是上帝安怎
无要点点，无要静静，上帝要来修复。迄个修复包括人的价值也修复。所以伫即章内面，重复出现，讲我要互你一个新的名。这个新的名，过去因的名是安怎？受侮辱、受气杀。但是上帝讲，伊要互这个城市有一个新的名、新的身份。咱先来看第一节，伫遮所描写的。第一节开始，互咱听到上帝的发声。上帝毋是一个点点的上帝，伊毋是遥远的上帝，伊嘛毋是安怎闭手伫边仔徛的上帝。反倒转，上帝已经安怎？伊行动啊！咱若回顾以赛亚书42章的14节，迄个14节安尼讲，上帝讲：我已经忍真久啊，一直点点无出声。42章14节就甲咱讲，上帝安怎？一直点点无出声。但是继续安尼讲，我要采取行动，亲像山坡哀哀叫，直直喘袂离。这就那亲像台语的讲哀爸叫母啦。上帝安怎？要开始发声，上帝无要点点。咱来看，即段经文内面会讲起，讲我袂点点，我袂静静。这个点点，这个伊要来问的意思是安怎？讲吼，毋是干那安静尔尔，包括怎无要插、无要看的意思。但是伫遮，上帝讲我袂安尼，因为对迄当时的耶路撒冷来讲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因为迄个城市已经受伤啊，人民受掠，家园受毁坏，圣殿受糟蹋，所以伫这个中间，逐个人信心是若亲像绝望去啊。社会嘛，真侪的混乱，经济的困境，伫即款绝望的中间，百姓咧问讲上帝啊，你伫倒落？但是第一节咧甲咱讲，上帝亲自的回答：我伫遮，我袂点点，我袂静静。这就是咱的信仰。望当受压迫的人讲袂出话的时阵，讲下到第四囝无法度讲话的时阵，上帝讲我袂点点，上帝悠然出声。上帝毋是一个点点，还是讲冷漠的旁观者，伊毋是。伊嘛毋是坐伫天顶，伫遐看世界的乱象，伫遐评论利益。上帝伊会介入咱的世界。兄弟姊妹，有当时咱上大的试探，毋是苦难的本身，乃是咱抓准上帝点点，拢无要出声，无要帮助咱。这段经文咧，甲咱讲起上帝点点，但是安怎他不缺席啦？因为42章就会甲咱讲起，上帝讲伊点点，但是伊已经安怎挡袂牢啊？上帝的听候毋是伊放弃，因为时间一到，伊一定会行动，一定会讲话。经文煞则安尼讲，直到伊的公义亲像光发出，伊的拯救亲像火把在倒。这个公义，这个意思真丰富。伊毋是干那伫法庭上审判的判决，乃是咧甲咱指出一种关系的恢复，人甲上帝关系的恢复，这叫做公义；人甲人的关系会通超乎四正，这叫做公义。弱势者也是受害者，会通得到恢复，得到帮助，这叫做公义。所以咱的国家，咱咧做的转型正义，这就是安怎？亲像要恢复一种公义的状态。所以咱有当时这段经文会去甲翻译做个拯救临到，因为公义的实现就是要拯救。所以圣经内面的公义，毋是一个抽象、抽象的概念，
乃是会当互人看见，会当实践的。那亲像讲，劳工无受到剥削，这是公义；族群无彼此对立怨恨，这是公义；掌权的愿意受监督，这就是公义；人民会通安怎自由讲话，袂有惊吓，这叫做公义。圣经内面咧讲起，讲直到公义亲像光发出，这就是咱上帝期待一个社会，会通有公义的所在，是一个拯救的领导。黑暗时常互咱有一个错觉，掠准黑暗真大，但是其实咱甲想看觅，黑暗其实是空虚的，因为黑暗就是安怎欠缺光的照射，黑暗袂当将光赶走，但是光一来，黑暗就消失。做一支蜡烛，伊会当互黑暗安怎伫遐来消失。所以圣经会互咱知影，咱教会使命毋是干那保存一种宗教形式，却无诚做光。若无诚做光，就失去见证。同款的，咱的信徒若干那追求个人的平安，却无诚做光，关心社会的公义，这个社会、这个城市会继续黑暗。若是咱干那伫礼拜堂内面咧阿罗敬拜，却对社会公共事务点点无出声，安尼世间人太会认捌上帝的公义，要安怎去看到福音的荣光？所以主耶稣甲咱讲，恁就是世间的光。这个光毋是安怎藏起来，毋是装塔，这个光是爱照伫人的头前，照光这个世界。亲像经文内底所甲咱提醒的，讲直到伊的公义，亲像光发出，上帝袂竞争，安尼咱嘛毋通竞争。煞者咱来看第20甲第50节，遮所描写的，遮描写的讲起上帝要互这个受侮辱的人得到新的名，这个人上深的痛苦。真侪时阵，毋是物质的欠缺，乃是伊的价值，互人安怎侮辱吞塌。今仔日这首诗是写互一阵受侮辱的以色列人的诗歌。以色列人亡国，耶路撒冷受毁坏，人民受掠，所以因毋干那是失去土地，因搁较失去尊严。所以咱来看头前。先知所描写的列国的天笑以色列人讲：恁的上帝伫倒落？恁的上帝敢毋是甲恁保护嘛？恁敢毋是上帝的子民？所以先知伫遮一开始咧讲起，耶路撒冷过去有2个名，咱做阵来看。伫经文内面咧讲起，讲过去第4节，你袂阁互人叫做受气杀的。袂叫互人安怎叫做荒废的，这就是耶路撒冷过去2个名：受气杀的、荒废的。这是失败者的名，是一个侮辱的标签，互人看做无受侮辱。在过去伫台湾的文化内面，咱有当时看到父母的骂囡仔。迄真正是安怎？咱讲吼，这个羞辱他的人格。比如讲，有诶爸母会骂囡仔，骂啊足歹听，讲你太甲你讲，教出你这款囡仔。甚至有诶爸母骂囡仔讲哦，你是一个赔钱货，啊，去死死诶，煞去。过去有诶爸母就是安尼，有当时。一句这种伤害的话，有可能影响囡仔的未来的发展。2024年，儿童福利联盟因有一个统计，讲吼，这个童年的创伤经验是校园内面很重要的风险因子之一。伊咧讲起，讲霸凌也是受凌的人，
通常甲伊的囡仔时期创伤的经验有关系。伊安怎？伊的人格、伊的自我的人物，他都比别人低。所以伊感觉讲家己活的是安怎？一部有价值的，因为爸母的骂讲，太较尔戆，教出你即款囡仔，你太毋去死死的，这就是人的尊严受吞塌。今仔日这个经文内面，以色列人因的集体，因的认知是啥物？因感觉讲，阮是受上帝气杀的，阮是趴远荒废的。即款的名义，上帝讲无搁称做即款名。咱爱知影，名代表身份、尊严甲价值。伫古早滚动的世界，名是代表一个人的命运、地位，甚至伊的归属、伊的身份。是啥物人替你号名？啥物人就对你有定义你的权柄。所以历史上有真侪这个征服者，通常通过这个改名来撤销一个民族的记忆甲尊严。那亲像主后135年，第二次犹太战争的时阵，迄个罗马皇帝哈德良伊镇压这个犹太人的起义了后，伊就将耶路撒冷改名，改做啥物？改做埃利亚阿比多伦。这个目的是啥物？伊这个意思是讲这是皇帝献予罗马的神丘比特的圣城，所以伊真清楚，要互这群犹太人安怎袂记咧家己的名，袂记咧家己的身份，将这个名甲弄掉。这个所在的人就安怎袂记咧家己的历史，袂记家己的历史，就袂记咧家己存在的价值，甚至一体的记忆。咱个想看卖台湾这片土地嘛，有曾经有真侪名，但是经过真侪的统治者，咱的身份就安怎？一个换这个，一个换迄个，就哪亲像咱的街路，四界拢有安怎？中国地区的名同款。咱知影，名将来毋是干那一个称呼而已，乃是咧讲起这片土地所生出来，咱的源起头，咱的价值，人民的主权的问题。所以伫这款的背景下底，62章第2节，上帝安尼讲：人要用新的名称呼你，是上主本身甲你号的。过去是统治者甲恁号名，过去是其他的民族甲你安怎屁想，甲你骂讲你这是安怎荒废的，你这是无人要治的。但是上帝讲啥？我要予你新的名。所以咱要注意，毋是帝国的替咱号名，帝国甲咱号的你是失败者，但是上帝伊亲身安怎要重新来定义这个耶路撒冷城，嘛要重新来定义你本身。以赛亚书真要紧的信息，上帝毋是干那恢复一个城，伊阁要恢复一群人的身份甲价值。伊无愿意，互伊的子民永远活伫失明、受侮辱、受气杀的名内面。上帝要互伊一个新的名、新的关系、新的未来。上帝互这个耶路撒冷什么款新的名？咱继续来看。伊第一个名是安尼讲：你是我上意爱，这群受掠归回的人。因掠准是上帝所气杀，上帝所无爱治的，因为因的圣城荒废，圣殿嘛败坏去，国家灭亡。但是上帝要甲恁讲毋是安尼，你是我上意爱。甚至第二个名讲有归属，这个有归属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叫啥？美满婚姻。意思讲，无搁孤单，无
无阁受气杀，你要重新有一个疼你的丈夫。因为第5节讲，亲像新郎意爱新娘，你的上帝嘛会安尼来意爱你。用婚姻即款的表示，就是立约啦。婚姻是一种立约。所以换一句话，上帝甲人民做阵来立约，恢复迄个疼的关系，重新伫遐来接纳。这是上帝互这个败坏去的城市新的名称，新的名称。所以真正的救赎，毋是干那环境的改变，搁较是迄个关系恢复、身份的更新。咱有一个旧约学家咧提醒咱 ，John Walsworth 伊咧提醒讲，以赛亚书讲的救赎，毋是干那一外在的中建，搁较是内在身份的更新。上帝毋是干那修补迄个破坏的城墙，搁较要安怎医治人的自卑、人的尊严。虽讲真侪人信主久久，可能咱有个人犹原活伫旧的名内面，因为过去你的爸母安怎甲你定义你，有个人检查伊的心内安怎啊，爸母讲啥啊，你就安怎讲啦，吼，等等遮的无价值啦。其实老一辈苦命的时阵，往往嘛显示即款意思。我会记以前有真侪人的名，老一辈的名叫啥？蒙腰啊，有无？蒙刺啊，我搁捌听到毋知，意思讲这囡仔怎生出来我毋知啊，哦，还是蒙知啊，哦，等等遮的，遮的名拢是展现出一种咱讲原生家庭互伊的，遮的名是一种创伤啊。因为伊也相信即款的名的时阵，就哪像讲我的爸母讲啊，我都甲你蒙刺、蒙腰，但是圣经内面其实互咱看到，上帝改变一个人的时阵，伊嘛互伊有一个新的名，比如讲亚伯兰改做亚伯拉罕，雅各变做以色列，西门变做彼得。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阵，伊是互伊有一个新的认同，定义伊的存在。你过去什么名，毋是你人生就安尼。人甲你讲你是失败，但是上帝讲毋是，你要伫我的内面，我要互你有一个永远的祝福。这是上帝要互咱的。今仔日的世界，咱嘛真需要新的名。有一个神学家。Charles Taylor， 伊有得到迄个 Hamilton 这个奖，这个奖，互人称作宗教界的诺贝尔奖。伊写一本册叫做《世俗时代》，世俗的时代。伊讲这本册内面咧讲起，现代人上大的危机是啥物？身份认同的危机。人伫世俗的社会中间，真容易安怎？互人去定义讲，你有成功无成功，你有价值无价值，你有没有竞争力？你的 KPI 是什么？一个人的失败，就哪亲像定义这个人完全无有价值。所以今仔日真侪人真痛苦，真有压力，毋是因为善啊，是因为安怎？伊无受接纳，无受到人的看重。真正是安怎？无人安怎在乎他？福音毋是干那互咱一个道德的处事，福音是要互咱一个新的身份。这个新的身份，亲像上帝直接互耶路撒冷新的身份，讲你是我上意爱，你是归属我的，我要带你。这是甲上帝真水的这个关系。所以教会的使命。是要互人伫上帝内面，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这个新创造的人就是安怎？要甲这个受伤的人讲啊，你互人定罪，但是安怎？我要甲你讲，上帝恩典教也你用。
个人受气杀、受拒绝，但是咱要甲讲，上帝会纪念你。有人讲你是无价值的，但是咱要甲讲，上帝要成做你的帮赞。刘兄弟，教会是上帝定心护名的所在。上帝要定心甲咱护名。咱过去检测世界，互咱真多侮辱的名，讲你无价值、你失败等等遮的。但是今仔日上帝要讲，我要互你一个新的名，是上帝所要做新的代志。定义你的。毋是过去，毋是别人的眼光，毋是世界的评论。定心定义你的是上帝。所以，亲像经文内面所讲的，过去你是受气杀的，是今仔日要成做你是我上意爱。过去耶路撒冷是荒废的，但是今仔日要成做有归属的，这叫做福音。咱来看第6节甲第7节。这段经文，上帝毋是干那呼召伊的人民、伊的子民伫遐一边仔看，毋是，伊呼召伊的子民，成做一个守望者。守望者毋是避伫安全的所在，伫遐评论这个世界。这个守望者是徛伫城墙顶头，看见危险，伊袂惦惦。古早时阵的守望者，伊的工作毋是困，乃是爱警醒。伊需要警醒，对敌敢有逼近，危险敢有来临。所以伫证人还袂发觉以前，伊着安怎爱发出警告。所以守望者上重要，伊毋是啥物款的官兵。因乃是要安怎保持伊的清醒，所以以赛亚伫遮将这个守望者的角色，伊做一个改变。守望者毋是军人，伊是安怎？是一个持续警醒祈祷的人，保持一种提醒良知的人，这是一个守望者。咱来看第7节。第7节真特别，讲，互上帝无通休困。为什么要互上帝无通休困？这就哪亲像讲，爱不断安怎甲上帝祈祷啦，甲上帝讲啦，不断甲上帝呼求啦。台语有一句话很传神啦，讲啊，西乃，你也甲上帝不断西乃，高高甜啦。你也甲上帝高高甜，无放弃，无停止。上帝会安怎？会因为安尼来应允伊的子民的祈祷。这个描写，互我想起耶稣捌伫路加福音18章所讲的迄个寡妇啦。迄个寡妇安怎？伊不断往这个法官伫遐求啦。法官本来拢无要插伊门嘛，无要替伊开，求到迄个法官挡袂牢，所以。迄个冷漠的法官嘛，因为这个寡妇安怎，咱讲面烂高高甜，最后伊嘛安怎开门听伊讲。这个经文真趣味。咱的上帝敢是迄个不义的法官来讲冷漠的法官？毋是呢。耶稣其实是要互咱知影，连迄个冷淡的法官，你甲高高甜，伊就安怎会？刻你心愿啊，搁何况咱的上帝。所以耶稣伫遮会讲到，讲恁着爱常常祈祷，毋通灰心啊。所以真正的守望者，毋是想着甲祈祷，真正的守望者是安怎？无放弃，持续祈祷，持续祈祷，持续守望。所以才互咱看到迄个。日夜不停的迄个不静默，真正的祈祷是安怎？伫遐守望。咱看到62章第1节讲啥？上帝讲我袂惦惦，我袂静静。咱来看第6节安怎讲？守望者，上帝甲讲，拢
袂静静，拢毋通休困，有无？咱的上帝拢袂静静，拢袂惦惦，搁何况咱做守望的人，咱嘛毋通静静，嘛毋通休困。真侪人抓准，咱的信仰就是安怎进入教会求平安，但是以赛亚互咱看到，真正的敬拜是啥物？毋是得享这个世界，真正的世界，真正的敬拜是安怎？为着世界来守望。真正的祈祷，毋是伫遐求讲上帝啊，求你祝福我，毋是。真正的祈祷是安怎？守望，为受压迫的人祈祷，为着失落公义的城市哀哭，为着白贼充满的社会警醒，为着软弱破碎的人代求。先知的祈祷从来拢毋是安怎为着个人私欲来恳求。圣经内面先知的祈祷拢带有公共性的，带有政治性的。迄个瓦特布克曼这个神学家喺强调，讲圣经的祈祷本身就是一种抵抗，祈祷就是一种抵抗，因为祈祷喺宣告这个世界无符合上帝的心意，所以我就需要不断祈祷，互这个世界安怎成做上帝所喜爱的世界。无公义，我就祈祷，当教会为了公义呼求的时阵，就是拒绝黑暗吞噬这个社会。当信徒持续祈祷，就是拒绝绝望。这就是写互咱看到的，上帝袂惦惦，上帝袂静静。啊，咱做守望的人，若拢毋通静静，嘛拢毋通休困。这就是这段经文所要甲咱提醒的。第8节到第9节，咱做阵来看。这段经文咧讲起，讲上帝已经举起伊的正手，讲啊，我绝对袂阁将你的五国。互对敌做食物，这个是真要紧的，因为这段经文毋是干那讲到头前人的价值、灵魂的得救，嘛是咧讲起一个世界、一个社会中间，你互人夺取，因为对敌来抢夺，要夺出咱的物件，若是抢夺去，咱就安怎？咱就受败坏去，因为当时真侪以色列人民因真实的经验，是因正做别人修成，因劳动别人享受，因流汗帝国受到利益。这就是安怎统治者，咱讲统治者在收割韭菜啦，割韭菜，这是殖民者。受殖民的人的痛苦，咱过去台湾当然历史的中间嘛，互咱看到4万块换1块的时代。当时将台湾的资源摕走，今仔日的中国，因对家己的人民嘛是同款，在割韭菜啦。这段经文一个真要紧的话讲，我绝对袂将你的五国。互对敌做食物，而且还讲起，讲袂阁啉你劳碌所得来的酒，劳苦得来的，这互咱知影，上帝无看轻人的劳动，反倒当上帝伊看重人所做的成果。所以创世纪一开始，工作本来就是上帝对人生神的呼召。人受造毋是安怎伊遐做佣人，毋是，乃是要来参与上帝对世界的治理。所以问题毋是伫工作劳动的部分，问题是劳苦的人受，咱讲受压榨、受抢夺。以色列人长期活伫帝国的压迫下底，因捌受到亚述帝国、巴比伦帝国、波斯帝国。甚至后来罗马殖民，
因劳苦所种造的，却是互外来统治者抢走。所以弟兄兄姐，这毋是干那古早的历史。今仔日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嘛要去避免这的代志，拼命做工，但是安怎游园无够夜，食三顿，这是咱社会爱去反省的所在。青年人努力，但是安怎厝是愈来愈悬愈贵，农民种作，结果安怎计销却是安怎愈来愈低，拢互迄个中间商摕去。这就是咱的社会所产生的问题。咱的劳苦无法度享受迄个劳苦所得的，这毋是上帝所爱。真正的公义是爱恢复做工的得到工价，这是上帝的祝福。上帝在意的毋干那是敬拜，讲上帝的注重餐桌啦。因为真侪人拢会关心讲信仰敢会当互咱入天堂，但是以赛亚先知互咱看到，上帝关心咱我们的餐桌啦。所以第9节讲，种造的会当互伊食伊所种的，这个道理非常简单。劳动的人无应该被割韭菜，付出的人应该当享受伊的付出所得到的成果。这讲到是一种经济的公义。圣经毋是反对财富，圣经是反对啥掠夺。圣经毋是反对成功，伊是反对建立伫压迫顶头的成功。所以旧约的先知一再的指出，若是一个社会敬拜真热烈，但是却是伫遐压迫丧享的人，迄款的敬拜是上帝所不爱治的。迄个爱尔兰学家凯蒂伊的提醒，这个第3以赛亚是不断安怎将敬拜甲社会的处事公义结合的。如果咱的敬拜却对伫经济压迫无感受，对社会公义冷淡，这毋是真正的敬拜。咱坐伫遮一听讲道，出去对伫社会无公义的代志，无要关心，无要守望，无要祈祷，迄毋是真正的敬拜。真正的敬拜包括对劳工、对丧乡人、对资源的分配、对安怎来建立公平的制度，咱的注意关心。所以咱要知影，上帝毋是干那伫圣殿内面的神，伊也是安怎工厂的神，伊嘛伫市场的神。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所以福音毋是叫咱安怎伫遐忍受压迫，福音是要互咱知影有一个新的处事起来。这个世界上大的悲哀就是安怎将人当作工具人啦。人去受到这个 KPI 来定义，人受到市场行情的计数来定义，你的效率好无来定义。但是以赛亚互咱看到，每一份劳苦的人，上帝拢看见，每一滴咱的汗、咱的目屎，上帝拢纪念。所以教会要讲的复兴是讲啥物？咱敢有守护人的尊严？咱敢有甲迄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做阵关心受造万物的土气？敢有关心人民的餐桌啦？接着咱来看第10节甲12节，伫最后一段的经文，特别第10节咧讲起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着出去城门外，为着转来的同胞开路，着修造一条大路，
将石头搬开，为万民采大旗做记号。这段经文，你甲看卖有几个动词？其实至少有5个动词哦。讲着出去，着开路，着收租，着将石头搬开，着采大旗，5个动词。这个5个动词讲啥物？这就哪亲像甲全部的这个信用团体的人讲，全民总动员啦。先知毋是叫人民伫遐讲，你伫遐坐，伫遐等上帝演出新者，毋是呢。先知伫遮呼吁，咱着爱起来，甲上帝参与上帝的更新。这遐是真正的愿望，毋是伫遐坐咧等。真正的愿望是需要行动的，真正的改变是需要行动的。所以伫第15个动词。会甲咱提醒，全民总动员。这个信用毋是干那一个等待，是爱做阵怎样修路。伫遮爱讲开路，修造一条大路。这个画面其实是古早时阵军队拍赢是皇帝出来凯旋的时阵，伊要转来的时阵，众人欢喜，讲啊，阮来去。为着皇帝安怎修一条直直的路，有迄个坑洞的所在，因为落雨嘛，水会冲去，甲铺平，路口行，石头的安怎清掉，因为安怎王要转来啊，路袂当安怎坎坷，互伊好好行，所以上主要来啊，咱敢有准备伊要来的道路，所以以赛亚伫遮讲。上帝的拯救临到，所以人民安怎敢袂当伫遐干那做边仔一看，袂当。真侪时阵，咱拢抓准信用是安怎等上帝做啦。交上帝我交代互你啊，交托互你啊，所以安怎家己一边仔纳凉，敢是安尼？毋是啦。真正的信用是安怎爱行动。所以伫遮咱看到。咱的信用是毋是一种，敢若会晓等，咱嘛爱做阵怎去修直，毋是敢若伫遐顶等待这个新者，咱嘛需要参与上帝国起造的工程。第二，互咱看到，这个第16内底有一句话真有意思，将石头搬开，这个画面真特别。古早时阵的路当然毋是即摆的点仔加路，古早时阵的路真侪石头路，行的无细意就安怎踢着石头，石头就安怎爱甲刷开。迄个君王的马车若来的时阵，磕着石头我看磕磕的伊就伫遐吐，所以迄个石头就爱甲刷开。伫咱的社会内面，咱嘛会当去想象，咱的社会内面。要来迎接君王来到，荣耀的城市，荣耀的社会，荣耀的社会有啥物款的石头？有咯，有真侪石头，毋是看会到的石头，伊会互人受伤，互人跋倒，这个石头爱甲刷开，那亲像官僚、冷漠，还是讲制度性？的歧视、假消息的操弄、贪污腐败的文化、怨愤的言论、对弱势者的歧视偏见、对外来者的敌意，甚至彼此的排斥定罪，这拢是安怎？拢是石头啦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教会使命毋是干那查经，毋是干那敬拜。咱爱做时阵，是爱将这社会脱碍来甲除掉，做咱会通做的去甲除掉，至少对咱本身来做起。咱爱恳求上帝的复兴，但是咱嘛爱问，这个石头咱敢清了？作者经文内面讲为万民采大旗，所以爱注意。毋是干那为以色列人采大旗呢？
伊咧讲啥物？为万民采大旗。做弟兄兄姐，神旨毋是一种狭义的民族主义，伊是一个普世性的意向。当上帝子民受更新了后，咱毋通干那锁伫教会啦，咱嘛是安怎？爱诚做万民的祝福。以前教会若咧办活动的时阵吼，讲教会的兄弟收100块，外来的人吼收500块，因为安怎？因拢无奉献，所以因爱收较济。这就是安怎？拄拄是先知所要批判的。咱咧为万民采大旗，毋是讲为着济南教会采旗啊。若是安尼，咱就互上帝讲尻川。咱应该是一个开阔的心胸，来见证上帝恩典是超越的，互人会当做阵来参与、来享受。最后12节非常有盼望，伊咧讲起，人要称因做啥？上主所救赎成的子民，耶路撒冷要称作受看过、无受气杀的城。有无？这搁一个新的名出来啊！其实这新的名有4个名，第一个是圣的子民，第二个是救赎的民，但是这个翻译拢甲放做阵。第三个是受看过的，第四个是无受气杀。无论咱性命过去，检查咱的伤口有偌深啦，还是咱互人气杀看不在乎，但是这拢毋是上帝要加添互咱的。检查是人甲咱护命，总是圣经内面要互咱知影，上帝袂气杀咱。启示录第2章17节，安尼讲起，讲我要互因一个白的石头，顶头有写新的名。这个新的名，就表示新的关系、新的身份、新的性命。这是上帝要互咱的。最后，这个城要称作啥物？启示录21章讲啥？新的耶路撒冷，新的耶路撒冷。这是上帝要更新的世界。咱甲想看卖以赛亚书62章，带咱什么款要紧的信息？我想我用3点来说明。第一个就是成为不沉默的教会；第二个是成为守望的教会；第三个是成为整路的教会。教会爱无过安怎？点点静静。因为第一节甲咱讲上帝安怎，伊无点点无静静。第6节咧讲守望者安怎，毋通静静，嘛毋通困。弟兄姊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。咱是一个守望者。这段经文要甲咱讲起上帝将来的新天新地异象的时阵，因为过来咱就会看到以赛亚书最后要讲起的新天新地。要批判新天新地来到的时阵，咱毋通诚做一个静静的教会。第二，咱嘛爱诚做一个守望的教会。这个世界黑暗无论伊偌大，但是黑暗是因为欠缺光啦。咱若将咱的光干来放伫教会，外口就继续黑暗。所以真侪教会办活动，拢是放伫教会内面。咱爱做阵去关心伫社会上无公义的代志，爱去关心这个光爱光出去啦。这个世界该会当安怎愈来愈得到改变？所以，诚做一个守望的教会，爱继续来祈祷，毋是多闪咱的责任。耶稣会甲咱讲的，光爱放伫灯台顶，毋是放伫斗的下顶。这个斗就若亲像一个教会，甲扛起来，放伫内面。咱爱摕出去。愿主帮助咱。第三个，咱就是要诚做一个整路的教会。真谛咧讲，修直这个道路，爱将这个石头捡去。我头仔有讲起，
这不只是路上的障碍，社会中有真侪这个读界的石头、偏见、冷淡、无公义，甚至迄个假讯息等等遮的，甚至互人失去尊严的制度，这拢是石头。咱需要的是啥物？咱需要的是建立一个上帝真理维护的所在，扶持弱势者，建立公义，重新互人看见未来的愿望。所以，愿咱的教会毋是干那成做一个聚会的教会，乃是会当成做一个将读界的石头刷开的教会，参与公共的良知，互搁较侪人行生命的道路，直到公义发光。这嘛是今仔日一开始先知所讲的。上帝无要静静，直到伊的公义发光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我的上帝，感谢你恩典，护着阮成做你的妻婴，成做守望者，也成做迄个将路上石头刷开的路布。伫阮的时代，愿主你帮助阮。阮检采能力体力有限，总是阮会通祈祷。阮中间若有勇壮的，阮会通参与伫社会公义的塑造。阮若参与伫社会的工课的时阵，也愿上帝帮助阮，做阮会通做的，来回应你的呼召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恳求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时，咱来吟圣诗505首来回应上帝话。圣诗505首，我要重述，请起立来吟。这时是公道的时间，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，
今日下晡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，并且为着教会的事工的推动，咱来祈祷。第二项，为着2026年书记的儿童营的报名，以及甲辅导义工的邀请。第三，为着立法院会当尽职来审这个总预算甲各项的预算，请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。这是请苏县长吴元林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。请同款的上帝，今仔日下晡，阮要来召开中执会甲小会，求主看顾，互中执会当看出你的心意、你的意向，照着你的心意去推动教会事工，也求主坚固阮的心，赐予同工智慧，互因所做的决定，拢会当合主你的心意，完成你交代使命。互你的名得到荣耀，求主来带领。主啊，我要将今年书记儿童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你引带阮来备办即届的活动，互来报名的囡仔会当透过丰富的活动，信捌你，信捌福音，也求你感动，带领愿意来服侍的辅导甲同工，赐互因智慧甲气力，来备办今年的儿童营。主啊，立法院要开始进行预算的审查，求主真实掌权，互所有立委会当尽心尽力，为着人民的福祉，国家长期的发展所需要的建设，来努力审查咱国家的需要，互总预算会当成做咱国家进步基础。为着成做一个坚强的民主国家，咱着要爱有适当的各项的准备。求主你的旨意甲所有立委同在。互因所行所做的，合着咱国家的需要，嘛合着你主你的旨意。毋若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也是政党的利益来算计。求主赏赐因智慧，也赏赐阮有真实的平安。愿安尼同心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这是咱来奉献。
于是，请大家起立，用奉献诗来做咱奉献的祈祷。咱先开周报通知事项，这是我的报告。5月份的特约长老是陈美德长老。啊，一项2025年的奉献收据证明，咱教会已经将伊上传到国税局去。但是咱会友若有需要纸本的，麻烦会当到办公室来登记。第2项，为着要庆祝130周年，教会要举行一日游，是要去淡水回顾马街宣教的一个旅程。时间是定伫5月30日早起9点半，伫个捷运淡水站，这可能爱家己说明，伫个淡水站遐集合，意思是无要提供游览车。所以迄届的行程拢是用行路的，所以无要坐游览车，所以大家会当坐捷运到捷运站淡水站，还是讲家己要去开车，若是要家己开车，嘛是伫个捷运站遐来集合。伊行程包括是要去淡水教会、淡江中学、甲真理大学，甲一寡古迹的博物馆、甲老街，所以遐这遐踊跃参加。报名到5月17，爱先填报名表，并且爱缴费吼。今日无师傅讲缴费吼，一般缴费就是200块，优待票是100块。伫个遮可能爱甲大家说明是65岁以上的长辈，还是学生，还是伫个涉及你的户籍，若是伫个新北市。新北市有优惠所以你爱提供你的这个证明，并且有身障还是讲有陪同者，这拢会当优待。若免费的，就是小朋友是90公分以下，还是未满6岁人，拢是免费因为即届是要行路过去，所以家己爱想讲，你的体力会当因为爱爬楼梯，若会当。尽量来参加，大家会等你，因为你若是无方便，教会嘛会准备车，准备车甲你要行较远，还是要爬楼梯教会会想办法，但是一定爱登记因为做导览的人甲场地有限，所以爱较紧报名较紧来报名。报名礼拜煞伫个头前交代遐会当来，同工来报名。第3项，5月74日查考启示录的途径查经班，即马要开始查考启示录。伫个遮真趣味，嘛感觉真有意义，就是咱对启示录的认识遮咱即届会讲为遮女性学者因的。有一寡另外一个对即个启示录有无共款的看法，因为有人认为即个伊丽莎白，伊认为启示录有言世界毁灭，就压迫的群体对罗马帝国的反抗的一个文学。另外一位，伊嘛是感觉讲启示录产生是社会危机的时期，
这个意向来帮助弱势团体重建伊的身份的认同。我感觉会真趣味，也是会用的。咱邀请大家做阵来参加。第4项，守护台湾的基督会，每礼拜5 7点，耶教会这边拢有歌手台湾的基督会，邀请真侪学者。即届要邀请的是陈维仁老师，做一个专题，了后用的祈祷要绕行立法院，欢迎大家尽量来参加。第5项 ，BLS 的证照班，5月30，搁另外有一个课程，希望大家会当尽量来参加。第6，防灾式的培训，这嘛是咱教会所办的，时间定伫6月12到13，有2天的时间，咱做一个防灾式，这个防灾式的一个训练，用来摕到证照。另外第7项 TSCM， 这个暑期营，这是为着大学生甲社青，时间是7月12到7月16，欢迎咱的大学生、社青来报名。今仔日有圣经学校，请咱大家学员爱记得参加圣经学校。团契的消息，请咱家己看。教界消息，2026年七星中会的中级训练会，定伫5月16，礼拜6早起，以教会来举行。即届的讲员是咱教会陈永文老师，陈永文牧师，邀请各位长职会当积极来参加，这是咱家己教会的牧师所以尽量去参加。讲座消息也请咱家己看。分期的时间，顶周的奉献则出席，下周的事奉，请咱家己看。这是请牧师来介绍请安。咱伫遮彼此请安，愿上帝赐福咱。礼拜后会记得咱做阵伫中庭会当分享安尼。这是咱来吟信息400首，信息400首，原主人爱甲你同在，请记你来吟诗煞，请吴尊新牧师祝祷。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迄位上帝极大的疼痛，伊圣神的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地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免。
坐，闭倒闭会。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代表会，若有需要代祷的兄姐，会当到前庭，王牧师为着你来代祷。